就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，他出了一个慢半拍的后直拳，我利用那个空档打了个迎击，结结实实的打到他的下面。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收了黑钱，故意买给我的货。根据原来的时间线，5分钟之后，你会看到郑重跟赌盘老板走进了走廊尽头的空杂物间里。你的任务就是听清楚他们到底在屋里说了什么。没问题，包我身上。杂物间里面没人。来，2位，阿正，陈哥，其实早就想认识你。我已经结了你的仇，你什么时候还我钱？我郑重，我是那种来账的。再说这一次决赛，我肯定赢。决赛如果你对上李雷成，赔率是1比3，可现在决赛是你打双排，赔率都1赔6了，这么高的赔率，你万一输了，岂不是更好？什么意思啊？这第4回合你放水输掉比赛，我们2清。前面的账一笔勾销，别到时候摆我脸。这个你放心，陈哥答应的事情不会反悔的。好，行，就这么定了啊。